这个快筛试剂，什么款的人应该来使用，搁爱伫什么款的时机来使用呢？医生讲，即摆为着新冠病毒上接出现的症头，就是流鼻、拍卡唱、拿喉痛，进行一般的感冒。若是这三种的症状持续3天以上，上好做一个快筛。但是这个快筛试剂无效哦。讲国内的计数比国外贵将近2倍，立委是要求政府爱来调查看，是毋是有联合起价行为，嘛呼吁着卫福部爱赶紧来成立快筛国家队。想要紧知影家己敢有确诊，会当伫咧厝里做体检。不过即马 Omicron 拖甲真强，过来感染数一直变侪，嘛互快筛试剂用量变真大。我们的试剂的价格是远远高于国际的行情的。超商、药局、药妆店拢会当买到快筛试剂，不过计数贵33。来看进口品牌，台湾一剂卖36，比英国的180倍，和爱尔兰的220可较贵。我们财政部的关务署就已经有公开说明过，进口快筛试剂是免税一样的东西，为什么在台湾我们就要比英国、欧洲都要贵2倍以上了？台湾有5家可以做快筛试剂，所以应该尽快征用，然后呢降低价格。即马快筛若计数真贵，有时阵佫无货，用的时间点就更加重要。胸坎动症专科医师黄显就用南韩的研究，即马 Omicron 上接出现的症头是脑痛、流鼻水、拍卡唱等呼吸的感染，和一般的感冒相像。所以症头若是拖超过3天，上好做一下体检，或者是 PCR 就较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